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阿姨，我捌敬你，从今以后吼，我会听你的话，听建昌的话，我会做一个好老母、好家后。我以后吼，绝对袂搁甲建昌冤家。阿姨，多谢你。阿母，这几天我甲阿爷拢看你笑眯眯，阮足欢喜的呢。是啊，阿母，你笑起来足水的呢。真是的哦，安尼吼，阿母以后逐工拢会笑，逐工拢欢欢喜喜，好无？好啊。来，来，紧吃。紧吃。哎，紧吃。这拢是你爱食的哦，哎，紧吃。是日，敢讲是你天公伯啊，给我的生日礼物是？伊竟然是我的亲生囝，我敢袂去甲伊笑你？我哪甲伊讲？伊是毋是会怨恨我这个无尽忠责任的老母？天公伯啊，你想怎要安排阮母仔行见面？我想起这阵，我这世人上无爱想的代志。天公伯啊，你是安怎要安排阮见面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嘿啊，我咧煮地豆汤，等下恁就会使食。地头汤哦。哦，呀哦，够熬哦。嘿嘿，你快大了，大了。文英，你看，你快。文英，那你是安怎啦？后爷，我在想，咱带美馆离开这，就去外地，去南洋好无？啊？去南洋？哎呀，你若是想要去啊啦？我若是要将这一切拢放下去，将建昌放下去，将囡仔放下去，一定要去同个所在，我才做会到。后爷，咱离开这好无？文英啊，你的囡仔咧？你敢真正放下落心？后爷，你都莫阁问啊！即马建昌有头家呢，佮有两个囡仔，伊根本都袂想到我。假使伊若知我搁活着正常，我顶多搅了伊的生活。后爷，拜托，带我离开这好无？阿母姐，会使食。哦，来。文英。阿母姐，文英阿姨有啥物意味？是不是因为我做会出歹食？没关啦，你敢做的地头汤吼，一定全世界上好食。文英阿姨嘛真爱食，啊是文英阿姨吼，伊讲会胃做做啦，伊食袂落，啊咱两个先食，好不好？好。啊文英甲，啊一开，好不好？我一定要将陈建昌放下去。伊即马根本都袂去想着我，伫伊的心目中只有头家娘，甲迄两个囡仔。我袂搁去搅了伊的生活，我一定要将伊放下去。
定爱将伊放袂起。啊，好姐，你会来打汤啊？哦，好，多谢米官，啊米官大只，吼。明透早要出门的时阵，人对我好好了，啊，今仔规工安尼戆心戆心，转来了后就讲要南洋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姨，建昌，阿姨，你来一个人伫遮咧吐大气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心事？无啦，哪有？啊，我著看你甲淑珍做阵安尼欢欢喜喜咧过日子吼，我欢喜都袂赴啊，免有啥物心事，无啦。我就好啦，对啦，阿姨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请教你。啊，什么代志？你毋是知影阿华住伫啥物所在？你甲我讲好无？阿好，你要找伊？是啊，较早阿华住伫阮东家时阵，我抢走伊心爱的朋友，即摆都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实在真对不住伊。我应该当面伫伊面头前甲伊死的。建昌，免啦，你有这个心就好啊啦。佮再讲你去找伊，反正伊嘛袂接受。阿姨，不管阿华肯接受也唔肯接受啦，我总是爱去找伊啊。若无我这世人吼，良心就过袂得过。阿姨，拜托你甲我讲好无？我唔知啦。啊，你毋是讲你要去找伊，啊，你去互找的？我，哎呦，建昌啊，等你嘛知阿姨食遮多岁啊啦，啊，我是捌去过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迄路安尼弯弯弯弯，我袂记啊啦，袂记啊啦。莫问我，莫问我，你莫问我，莫问我啦。建昌啊，阿姨是安怎？我是要去找阿华，当面甲伊死的。阿姨哦，明明知影阿华住伫啥物所在，伊唔肯甲我讲，是毋是阿姨有啥物苦衷？建昌啊，我嘛认为讲吼，你应该去甲阿华会一个室的啦，而且吼，毋若是你爱去，我嘛应该陪你来去。啊，以前吼，我着对阿华也无好，啊，即马我嘛想要弥补伊啊。我是讲吼，咱若毋知影阿华住伫啥物所在，啊是要去倒找人啦。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啊，好姐，安怎？你知影有影阿姨咧开的时阵在喊面呢？韩明？爱你韩明，有讲啥物无啊？阿姨就讲，建昌，我要甲你放袂记，我要甲你放袂记。啊，建昌是啥？啊，好姐，你讲啊。你干那细汉，等下你大汉就知影啦，吼。你看，较等下我从恁文阿姨吼要出来出单，啊你担住哦。我知影，我袂走袂走，对无？你讲个巧，还要甲后姐吐槽。啊无后姐要来，哎担住的，哎乖哦。好。要乖。喂啊，啊你地下讲未？然好啊。好。谢你，好再好你。我来去。妹啊，你后尾行啦？阿好兄，我今日无想要出单，爱麻烦你较辛苦。妹啊，昨你甲我讲的话吼，我有详细想过啊啦。我是咧想讲吼，咱这阵较拍拼，咱若传到到路位吼，咱就来南洋。你讲是真实的？当然嘛是正实的。啊无咱今仔要出单啦，我出来等一下看卖，看去南洋爱偌济路费，啊若无到时阵伫半路咱无钱哦，煞吊顶。啊，无要紧来去吼。有影阿姨，啊，我今仔无出单。李乖，今仔日阿姨甲阿好姐啊，拢想要留来陪你，好无？哦，有影阿姨，啊，建昌是啥？李乖，
你是安那呢问？啊，你咧困的时阵，在旁边啊，一直叫建昌，建昌。啊，建昌到底是啥啦？美国，你还阁细汉，你唔捌啊？拄则我问阿好姐，阿好姐嘛是安尼讲。原来阿凤兄拢是为着我，才会答应要去南洋。伊啥物代志拢为着我设想，我安尼做，敢会对伊伤过无公平？吴阿姨，你受啥啦？无啦，阿姨。美管，你头壳那烧烧，你有倒位无爽快哦？无啊，袂用的，阿姨要带你来互先生看，行。我不要有生气看。袂用的啦，我行。不要有生气乖，看。喏，我乖啦。你较忍耐。建昌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你莫着急啦。既然我要甲你讲好消息进前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你讲啊？卡叔讲，我会当甲周文英的代志放袂记咧，你敢会当答应我？嘛甲伊放袂记？你讲着文英是要创啥？因为我知影，你若找到阿豪了后，你一定想起周文英，想起以前所有的一切。我无希望安尼来破坏咱足无简单、才培养出来的感情。你已经知后啊，到底什么所在？我已经去问保证，那你去甲我讲啊，去带我来去啊！我爱你先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。为你伤心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喂啊！哎呦，啊日头光仔样啦，门仔门仔。妹啊！妹，我人走去倒安尼。妹啊！妹啊！敢心情无好，带美管出去行行。是讲出去行行好啦，较袂伤大头咧屈住。这回。建昌啊，咱来看阿豪啦吼，敢莫买一块伴手啊？看手。阿豪也要娶某啊，咱来哦，头前的迄报纸哦，紧几点报了，互因好无？好啊，小弟，你想了真周到。你要到位啊吼，慢慢行。阿姨，我的头愈来愈痛。头愈来愈痛，真正愈来愈伤啊！美管，你因辛苦啊，还阁有一节啦，无安尼啦，阿姨甲你挨好无？来，快点来哦，吼！建昌啊，我相信这报了后，阿华一定就介意的。来，咱紧行。姨婆，你困倒起来啊？安尼拄啊好，我随入来吹。吹？是要吹啥？红菇粿啊！头家娘讲你爱食红菇粿，伊交代我去买回来。啊，即摆你拄啊好困起来，我随入来吹好小，互你食，好无？对啦，啊，恁头家娘伊人呢？头家娘甲头家出去啊。出去？是去倒位？因去隔壁庄找阿虎啊。去找阿虎？是啊，头家娘去找保证，用着阿虎的住址，伊就甲头家出去啊。毋过要去甲阿虎回失咧。阿虎迄口气也袂消咧，建昌安尼去找伊，敢毋是去送死？抑阁有文英伊，袂用的，我着爱来找伊。
一宝，你是要倒位啦？建昌啊，阿宝正讲哦，阿豪啊就住遮啦，咱入来看卖。阿豪啊！阿豪啊！你是要创啥？你是要来创啥？为你是啦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你是要创啥？你是要来创啥？阿豪啊，我是专工要来甲你学习的，请你原谅我。阿豪啊，建昌哦是来甲恁会室的啦。啊，阮有准备吼一寡胭脂水粉吼，要互你未婚妻啦。啊，搁有一寡迄布料吼，要互恁做衫。啊，恁若无介意吼，我会当摕去换啦。是啊，我今仔日来，上主要唔干那要甲你学习的尔，而且我要甲你解释，迄一暗我甲你离婚车。你要解释，行入来！你要解释入来！入来！入来！你看，人死你爱时阵，要解释，你要怎样解释？你怎样解释啊？一个这怪的查囡仔，一个这古锥清清平平的身躯，互你甲算断到安尼想袂开，跳河自杀，你是要来解释？你是要来解释？阿豪啊，你较认真者啦，要建昌一个机会，一定会负责任的啦。负责任？人都死你还可能负责任？你是凭什么负责任？啊！我慢慢知，唔知代志会变成安尼。你唔知代志真多啦，陈建昌，你看面头前的两个新主牌啊，一个我的老爸，一个我你。我要离开陈家的时阵，我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着好好照顾阮老爸。结果咧，为了苗转来，传一个骨头，啊，老你咧。人食官这善良，你来也无良心，安尼甲算断啊！啊，高凤英，你答应我，讲要好好照顾伊，不要把起家去，结果咧，结果咧，珍珠牌都刷无，陈建昌。你到底是人还是无神啊？阿弟，惠妮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别讲叫，我老爸免你买，我你免你买，免你贵，起来，啊，起来，你给我开水啦！坐起，坐起，坐起，我要起，我起啦，我起啦，你赶走，请你原谅我。